要下雨。别动，就一下子，就一下子，一下子就好。我怎么了？我很害怕。怕什么？害怕在一起失去一切。加上妙宇轩，你有4个帮手了。史密特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大事儿？史密特先生，廖先生交代，如果你一回来的话，就请你到他房间一趟。不好意思啊，请问这几天民宿有没有远景住在这边啊？远景是有一位警官住在这里，没错。那姓什么？不好意思哦，这里住户的资讯可能不方便透露。哦，好，那没关系。请进。终于来了。找我有事啊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并不清楚，是你找我来的，还是由你说吧？好，我问你，放在我办公室的信是什么意思？什么信啊？史密特，你算错了。悲伤、愤怒、憎恨，这些人类最原始的负面情绪，都可以克服。只有威胁，我忍不了，也不想忍。米雪的幸福，你真是故意在刺激我？不，这封信不是我写的。又是什么2个史密特的把戏啊？真凶为什么要把廖宇轩引来这里？难道他也来了？妈，这不是我写的。我不会让你得逞。你要是利用米雪来对付我，我一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廖宇轩，我现在要对付的敌人已经够多了，我不想再多你一个。刚刚引爆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你们聊完了？
没事啊。这么关心我啊？我哪有关心你啊？你刚刚什么意思啊？嗯？那个拥抱。哦，那只是一个拥抱而已，你不要想太多。哎，你不会以为就光是一个拥抱就代表我喜欢你，对你有兴趣吧？不过说真的啊，米雪，我很感激你。我来到这么陌生的时空环境，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帮忙，我绝对不可能撑到现在的。不过，虽然说你现在看起来很年轻，但在我来的那个时空，你已经是个60岁的老奶奶了。这对我来说，你就是个长辈，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。你说我对一个长辈，我怎么可能有其他的想法嘛？是不是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生气了啊，你不要因为自己不敢面对就恼羞成怒嘛。没事。这是一场好戏啊！史密特，卢川警官，怎么这么巧？这个世界吧，说大真大，说小真小，所以人呐，千万不能做坏事。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哎。警官，你能说清楚一点吗？没什么意思，就觉得很巧，在这个地方还能和你遇见。早点休息。哎，你干嘛？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小朋友又有什么话跟老奶奶说啊？想吃糖还想喝奶啊？你说什么啊？没什么，我要休息。就5分钟，5分钟就好。好，5分钟，吃完快走。明雪，我知道你很生气。如果是因为昨天那个拥抱，那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，只是敬老爱幼、关爱长辈的表现嘛。我都已经厚着脸皮跑来这里了，你就不能稍微做样子？假装不那么嫌弃我，不那么着急的把我踢开吗？先是给我个拥抱，然后又说了那样的话。是啊，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你有更多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年纪比你大，
是你的长辈，所以在你眼里，我德高望重，你得敬老尊贤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不然还有谁？明雪，我知道你一直都讨厌我，我没有讨厌过你。面对喜欢的人，他的不喜欢就是讨厌。我喜欢。是啊，喜欢过，都已经是过去式了。动心真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一句话，一个动作，甚至是一个眼神，都可能让你掉落踩不到底的水池。但是当理智跟现实，还有对方的阻隔相继来的时候，你会慢慢的清醒，到头来，你宁可放弃这些虚无缥缈的感觉，而去接受一个真正能给你回应的感情。你是指廖宇轩吗？像廖宇轩那样的人才是我应该选择的，但是不是都不关你的事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说完了。等何云的事情解决之后，你们就先离开这里吧。到最后一秒，都怕我们耽误你吗？明雪，如果真的是我不会伤害你的。